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。どうも大家好，我係 Peggy 先生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嘅全新 podcast 節目。呢一度會收錄我每個星期嘅 YouTube Live 精華內容。如果各位同學都想同我傾下各種日本文化或者係學日文嘅話題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參與我哋逢星期二、四嘅 Live 直播。今次我哋傾嘅係呢個話題。Mabel 話考個舊4級，但係諗緊到底要由邊度學起。其實我想講，大部分嘅日文學校都會有入學試啊。你哋會唔知道自己去到邊噶嘛？咁呢啲情況呢，就應該揾個日文老師嚟同你判斷。咁啊，日文老師點同你判斷呢？就係俾份卷你試下啦。你當自己做心理測驗得噶啦。然後就係你知道幾多你就填翻幾多落去。日文老師就會幫你判斷到你而家去到邊度，同埋你要由邊度開始再重新嚟過啦。呢件事唔係你自己判斷嘅，其實即係如果你譬如我要報名，我想學翻日文啊，咁樣就要揾一間日文學校同你去做一個入學試驗，咁就睇下你咩程度，跟住佢就會安排分班。無論你喺香港嘅日文學校學日文，定係你要留學啦，你要去日本嘅日文學校，佢都係做同一件事嘅。其實 Oliver 建議 Mabel 由 N5 開始重新打好個底。嚟啊！我有 N5 班啊，大家嚟啊 ！Come on baby， 實好多要重學。我覺得 Mabel， 我覺得個心態係即係好似我咁啦，好 Q 多嘢做啦，唔知做咩，好亂啊咁樣啦。但係咧，你識得先做好一件，逐少做，咁先至會有一日做得完啊嘛。讀書就係要你知道有好多嘢要補啦，你好混亂，你唔知要補乜啦。然後你就只能夠可以做嘅就係冇啊，咁咪慢慢吸收咯，逐少呢 part 搞掂先，再逐少一 part 搞掂，再咁你先至可以見家鄉噶嘛，係咪先？如果你就係覺得哇好亂啊，我唔知點算啊，好多嘢要學啊，好多嘢要溫啊，呢度又搞唔掂，但係就係會以後都係咁嘅狀態。但係咧，我覺得日文咧，我唔知你哋同唔同意。其實咧，我係覺得學語言幾童叟無欺嘅，其實都唔使太有才華嘅個人。學日文係其實你肯背就有噶啦。呢一度嘅日本人老師佢講咗一句好勵志嘅說話，就係語言其實係習慣嚟嘅，你習慣咗就得噶啦。你未得係因為你未習慣。係咪好勵志？唔係因為你咩？我一定係我蠢啊，天資唔乜啦，即係唔關事，係你未慣。所以點解啲人話喺度生活就會好啲？係因為你喺呢個地方，你喺日本你會容易習慣呢件事，但係喺香港你要俾更多嘅毅力，你先可能有機會熟習到一樣嘢，一個文化或者一堆詞彙咁樣。但係講到尾都係習慣嚟嘅啫，其實，同埋你願唔願意去習慣呢件事啊？逢星期二、四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，我哋喺 Sensei 開 Live YouTube 直播一齊傾偈啊！またね。